人並非完美啊，總係咧會有凹有凸。但係做到無可指責咧，佢可以能夠去有一個成熟度，去避免到咧其他嘅人俾佢一啲嘅批評、一啲嘅論斷、有一啲嘅挑戰，係咪啊？呢個咧係佢要努力嚟到去做監督或者做執事嘅一個好重要嘅要求。並且咧呢位嘅執事、呢位嘅監督要節制、自守、端正，唔好咧因為有酒之事。另外啦，溫和不爭競，不貪財。唔單止個人嘅品格同佢同神嘅關係係重要，佢同仔女嘅關係啦，佢同太太裏邊咧有冇好嘅一個嘅見證，係嘛？你用你自己嘅生命喺屋企裏邊做一個好嘅見證，所以佢嘅一言一行都係睇住你去觀察，究竟呢個信仰究竟真唔真實呢？透過你自己美好嘅見證，就去將生命影響佢。做執事嘅、做監督嘅係好需要咧，佢有一個教導嘅恩賜，因為佢起碼喺真理上面咧，佢要認識，佢要熟習，以至佢先至明白咩叫係真，咩叫假，點樣去行嘅時候，佢先至能夠去影響到其他嘅弟兄姊妹、其他嘅教友，係咪？善作執事嘅，又或者係做監督或者做領袖，自己可以從中去到一個美好嘅屬靈嘅地步，並且咧喺神嘅裏邊係大有膽量。